发生伫咧1980年代尾的农民运动，迄时发出的侪侪诉求，拢对现代农民的福利奠定基础。现在是当咧举办展览，带大家认捌台湾农村改建了后的农民运动历史发展，阁有农村再生案例，落尾阁有未来会面临的人口、气候偏见等等挑战。农是立国之本，如果没有农的话，就没有这个宇宙。 1980年代尾的农民运动做头人士之一林鸿喜，当咧带大家踅展览，认捌台湾改建了后的农业政策回顾。农民运动1987年尾开始发起，1988年5月，农民行向街头抗争。林鸿喜讲，这创造了现主时所有的农民福利，就是用301贸易谈判来反制台湾，说你一旦工业外销我美国，你必须要开放。 农业给美国的农业来进口，所以我们才农业一败涂地。1988年5月，政府决定扩大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台湾，引起侪侪农民的不满。迄年的5月，侪侪农民上北到台北车头附近请愿，提出全面农保、提悬稻仔收购计数、成立农业部等等8项诉求。结果发生台湾改建了后，头摆重大警民冲突事件。 农业部处长陈添秀也出席展览开幕，感谢这款农民运动前辈。我们的前辈交代的这一些事情，农业部绝对会尽力去做得更好，而且不但还随着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与时俱进的这一些政策。我想，我们农业部会成立爱做农民上大的靠山。 农的恩赐风展览记录农民运动、农村再生以外，针对未来农村人口高龄、少子化、气候变迁挑战等等议题，拢展出来探讨，全面将认捌台湾农村为以前到未来所有的挑战。记者郭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